車台灣看世界來看普什會，就是俄羅斯的總統普丁率領着29個人的代表團訪問中國。咱就來看習近平今仔日接待着普丁，甲頂禮拜習近平接待着川普，有啥物眉角，有啥物無共的所在？行佇咧紅地毯，俄羅斯總統普丁正副主席微微笑，會當看到接機的側面，歡迎普丁的隊伍由青連組隊，衫穿藍色西裝，加上白色長褲和白裙，對比5月13號川普到北京，基本上是原班人馬，只不過甲手頭的國旗換掉爾。不過來接機的最高官員，就當看到對美國、俄羅斯關手直接的態度無共款。川習會接機是由中國副國家主席韓正副手，那普習會是由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接機。雖然攏是副國級，不過在咧中共制度，國家副主席的正式禮儀排名留啊關過國務委員，凡是時經回北京和莫斯科的交情較密，較唔免遐高禮數，讓普丁感受到習近平心意。歡迎的記者同款辦在北京人民大會堂，會當看到普丁的心情真自在，因為伊訪問中國這邊25擺，就親像在咧行走卡同款。當伊想要講話，佫會主動撥頭叫習近平的口號人員來鬥相共。即便普丁帶來代表團，包括5位副總理、8位部長、央行總裁和國營企業、私人企業 CEO， 敢若老總理一個人顧佇咧莫斯科，要甲中國笑的代誌，應該包山包海。讓川普感受到尊貴恭迎、俄羅斯特質的離黨隊伍，習近平閣一擺叫人來歡迎普丁。不過普丁做人真飄撇，無停腳步甲囡仔插，檢怪機隊嘛差別真大。習近平讓川普徛佇咧離機隊的外邊，即便習近平說讓普丁夾佇咧伊和機隊之間，敢有特別安排過，就敢若主人家心內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